Hello，哇！而家先朝頭早10點就咁大風，證明呢個地方係咩地？風水寶地啦！呢度係邊度？就係Lammas Citra啦。大家好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ileen。點解前面我會講呢一度係一個風水寶地呢？因為佢個地勢會比較高。第一樣嘢你唔需要擔心嘅係咩？就唔會浸水啦。第二件事呢，佢地勢比較高，空氣會比較清新，風水都會好啲啦。大家睇下呢個Lammas Citra嘅地點呢，佢個地係會比較高嘅，會比其他附近嘅住宅嚟得高啲，所以你會高人一等啦。而家我哋進入佢個 Phase 1同 Phase 2嚟睇下佢個環境。佢每一個 Phase 都有自己嘅 Center Park， 有小朋友嘅 Playground、Jogging Track 同埋綠化咧都做到好好嘅。Phase 1、Phase 2咧，大概係舊年咧就已經攞咗鎖匙，所以我哋咁樣睇下咧，大概係有70%嘅入住率啦，所以好多都已經開始裝修緊或者已經住咗人啦。今次最後一個 phase 一樣係分成兩個 Type A 22×70同埋 Type B 2×2×75。今次最後一個 phase 有咩分別呢？就係今次會變成 fully extend。今次嘅改造呢，樓下嘅長輩房呢就開多咗個門，直通去後邊嘅 extend 咗嘅廚房，所以老人家就會好方便啦，唔需要行到出邊兜過去廁所。所以呢個廁所係直通後邊已經 extend 咗嘅廚房，所以呢一度呢就幫你慳咗好多裝修費，你唔需要另外再 extend 你個 wet kitchen。而 dry kitchen 同埋你個 dining area 個部分呢，就會變得空間呢就會比較大啦。依家我哋上去2樓睇下2樓有咩變化。至於2樓嘅變化呢，一樣係有3間房、2個細房、1個主人房，而細房呢，就各自有自己嘅廁所，所以就唔需要再爭廁所啦。而且每一間房嘅空間都好大，足夠放下一張雙人床，而且都會有窗口，所以佢個光線都係好好嘅。最後我哋嚟睇一間屋入邊最重要嘅主人房啦。房空間一樣好大，呢一個位直頭可以攞嚟做女人夢寐以求嘅 wardrobe。而且廁所係配有2個洗手盆嘅，主人房配有呢個 sliding door，所以採光都係非常之靚，而且仲會配有一個細細個露台哦。呢個呢係Lammas Citra最後一個 phase， 賣晒之後呢就唔會再有第5期啦。所以如果大家想揾靠近 Second Link 嘅 landed house， 有大間4個房間、4個廁所，而且價錢呢仲未去到頂點嘅話呢，你就咪走雞啦！快啲聯絡我 Eileen，拜拜。